台湾文化咸酸甜，本土乡情出头天。你咱小敬爱来天，无语残园水歌青。锁相机牛无伴，路空小条酒牛仔条，有求必应四季春，明遥后花车倒等，伊也来坐，大树下东风吹，灵也是咱的，是阿公讲过的话。大家食饱未？食饱趁熬早，听台语学台语，大人囡仔拢欢喜。欢迎收听台湾文化咸酸甜。干巴嘞，干巴嘞，干巴嘞，你要看啥咱来陪？干巴嘞，干巴嘞，干巴嘞，将朋友关到满世界。各位空中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！真感谢好朋友伫每一个礼拜日的暗时7點收聽惠陽主持的台灣文化咸酸甜。咱這個節目是文化部影視以及流行音樂產業局補助，專門喺廣播電台製作。今仔日的節目會紹介12生祥的蛇甲相關的俗語熱起來話。說笑團無語，培養好喙水，是來自新市國小的囡仔兄王俊祥、王俊祥，用朗讀爸仔囝的對話，分享伊學習的成果，對因譜成小花蕊自然的情景對話，了解人心不足蛇吞象俗語是伫咧講啥物。對歌聲玲瑯說，再來去欣賞白蛇傳說。歡迎聽眾朋友做伙來收聽。12生祥的這尾蛇是無腳的爬蟲類爬蟲動物，甲其他所有的爬蟲類同款，用身軀運動來行線。不過，蛇類伊有規身軀的欄，佇大自然的生態當中。所有的蛇類攏是肉食性食肉的動物。這蛇主要食食，以死魚為主。這華語的死魚，台語這講法有足儕種哦。佇遮惠陽順續講予聽眾朋友來做了解。死魚伊的台語有杜定、四腳杜定、四腳條啊、四腳蛇、狗母蛇、石龍子。蛇骨母、蛇骨母、蛇骨母，國姓蛇金正龜。蛇除了四腳條啊，閣會吞食小型食米動物，鳥仔類、魚仔類。毋過，這蛇上愛食的是卵類，其他的蛇類、鹿類甲蟲炭，嘛是因的食物。因為這蛇類並無法度以喙齒將食物咬開，或者利用做細細塊仔剝甲幼幼，所以因必須愛甲食落去的物件規個吞落去。這蛇的體積體型大細隻，直接影響因選擇的食物。若是體型較大隻的，就會當找較大隻的動物。也若是較幼稚的細細尾仔蛇，簡單會當吞食體型較細型的蠟物，譬如講，親像蠓蛇、金蛇，雖然一尾大起來是足大隻，但是這蠓蛇也未大隻，閣是蛇囝的時陣，嘛只有法度吞食四腳杜定、四腳水雞，或者是鳥車類。等甲因大隻了後，這鹿仔囝、雞仔、羚羊，甚至是豬仔、人，攏吞會落去腹肚內哦。想着嘛，驚真恐怖。
这蛇类的牙槽骨是所有动物当中上界轮的，因的喙下斗真有春球、弹性、压缩面，顶下颔的接合并不是界条，加上槽头骨边啊，真侪关节的辅助之下，互蛇类的顶下颔要开要合的时，有法度甲规只的蜡物，亲像螺啊安尼甲吞入去喙内。尽管蜡物的体型比蛇本身搁较大只，蛇的喙犹然会当伫毋免夹、毋免剥的情形下，将对方吞食落腹。听讲这食卵蛇，就会甲比家己头型搁较大的卵，甲伊吞落去腹肚内。食蛇卵是无喙齿的，但是伫因的食道内面有生一种骨质的尖刺，就是这种骨质的尖刺，替因甲体内的卵壳顶喙，方便互因吞食。这蛇的消化过程是真紧张的，尤其拄吞落去体型比较较大的食物了后，有时啊，这吞食物件的蛇会进入暂时那咧困的蛇，真正等待身躯内底食落去的食物慢慢啊消化，会用腹内的肠啊五脏慢慢啊甲食物保存，并且转做能量。这个过程一般拢需要差不多足足2天才算是正式完成。这蛇是对温度咧变化的动物，4克冷等的气温对着蛇伊咧进行消化，应用有真大的影响。蛇进行消化上界好的温度是摄氏30度，嘛因为蛇的消化过程是紧张的，所以蛇伫咧吞食物件，若是拄着互人搅菜的时，蛇会先甲吞落去腹肚的物件，先甲吐出来，确定讲家己有充分的时间能力逃离开危险的境界。只要无外在的搅扰，蛇消化效率会较悬，因为蛇的体内消化酶元素有法度吸收大部分食落去的物件。毋过无法度甲食物所附带的动物的毛草、头毛、骹鸟啊、喙齿也同时消化掉，最后必须甲这存伫身躯内底的物件加尿酸，做伙排出体外。所以这蛇会当吞落比伊体型较大只的动物，毋是咧讲含糊的，这真正是有来历的哦。武侠小回绿，招恁讲俗语。阿姊，你在看什么册？这是老师摕来互咱看的故事册啊。册内底有足侪教俗语，有关系的故事哦。哦，那安尼，那今仔日要讲的俗语是什么啊？咱就来讲人生不足蛇吞象这句俗语的典故。哈，人生不足蛇吞象。听无呢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喂喂，什么意思？故事听了，你就会知影。好啊，阿姊，你去开始讲故啦。较早有一个囡仔，名号做象，伊的爸爸伫伊出世无偌久，就死翘翘啊啦。所以象甲妈妈母仔囝相依为命。阿母嘛甲伊疼命命，象的妈妈足疼伊的，象嘛真友好伊的阿母。毋过因兜无靠靠，拢爱靠象的阿母，靠伊的阿母趁靠靠吼。嘿呀，象的阿母就用双手甲人洗衫、补贴衫裤，趁钱呢，就像咱的爸爸妈妈打拼去做工课，互咱食饭、买物件、读册。那安尼，
像若是较大汉的时阵，敢是甲咱共款，嘛爱去读册吼。无毋对啊，像到了读册的岁，伊的阿母就互像去乡邻的蒙馆。这蒙馆就是较早囡仔拄开始咧受教育的私塾，咱大多数拢会讲汉学啊。这像伊去汉学啊读册的时阵，老师甲同学拢真介意唱呢。老师，我知唱一定拢有乖乖听话，阁有认真读册，所以大家拢足介意伊的。是啊，有一天透早，想要去读册的时阵，经过田花，行到树林内底，伊看到一尾青翠古水的细尾蛇，屈后伫咧涂骹安尼扫啊扫。哈，像看到蛇，甲有甲我共款，行到袂低袂动，叽叽叫啊！哼哼，喂喂，会惊惊，我嘛会怕怕啦。刚好相反，像较无空恁共款啦。像看到蛇伫涂骹呢扫来扫去，愈看愈趣味，愈看愈古锥。伊怎甲即尾蛇捡起来，当作宠物宠物安尼来甲饲呢？经过一段时间，像甲伊的宠物蛇渐渐大汉啊，渐渐大只。即尾蛇历史的同龄性共款，足温顺，有够乖呢。就伫即个时阵，像的阿母去染着一种足怪奇的寒痛症，有时阵就好好时时，有时阵也压起来哦，咧痛痛甲足辛苦的，就敢若袂输有人伫伊的腹肚内，甲伊的五脏六腑搬来搬去，互伊是痛甲强强要死来活去，对门床喊救人呢。哈，听起来足可怜的啦。嘿啊，有一天，像的妈妈搁咧疼，像看到阿母疼甲哀哀叫，伊也真正无法度，只会当目睭紧紧啊看。哈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就伫即个时阵，救星到位咯。有一位温柔四方的和尚，拄啊好来到遮，伊就对象讲。伊有法度，伊伫所有的依然杂质，就安尼像着随请即位和尚，甲伊的阿母医治。即个和尚甲像的阿母暗暝赞美看病了后，就对像讲：这病若要医好，无困难。我写一个药方，才阁用大蛇的肝做药引，互你的阿母啉落去。随时就见效，而且以后袂阁发作咯。像听了后，就赶紧依照和尚开的药单去药房拆药啊。咦，阿姐姊，毋对的，和尚有讲啊，爱用大蛇的肝，爱用大蛇的肝，这蛇的肝要去倒位找啊？你莫紧张，等下听恁姐姐讲落去。你就知影咯。这个枪伤哪会受气，这个枪伤哪会受气。到尾啊，把目标锁定伫咧目睭前，这只甲家己早暗拢斗阵的囡仔伴，也就是迄尾蛇咯。这时阵摕着倒来的枪，哪七目屎，那对迄只义气大只的宠物蛇来讲，歹势啦！我饲你遮久啊！实在嘛毋甘甲你伤害，也毋过我的阿母性命特别有危险嘛，需要你的斗相共。假使你无要甲你的喙开开，互我入去你的腹肚内底取一点仔肝出来，我就要对你的腹肚甲你切落去啊咯。这尾蛇亲像听有伊讲的话，连咪就甲蛇喙开开。互像入去伊的身体内底取一点仔肝。哦，那呢，像的阿母食这蛇肝配的药啊了后，敢是着要艰苦吼？哇，足好诶，足好啊！像的妈妈变成健康宝宝啊！喂喂，
毋是健康宝宝啦，爱讲健康妈妈。大姊啊，买手咧，故事结束啦，无啦。虽然像的阿母病拢好啊，但是啊，像嘛是会惊妈妈会怪病，佮压起来，所以伊就想讲，若是即只蛇，我的朋友死去啊，阮妈妈的病若是佮发作，到时阵我是要去倒位找大蛇的肝咧？嘛安尼，像敢是为着要预防万一，所以就去伊的蛇朋友，佮讨因的肝啊。嘿啊，伊就搁再一摆摕起尖刀，逼伊的蛇朋友甲喙开开，又搁入去蛇的腹肚内底挂蛇肝，像一直挂一直挂，挂几落刀了后，搁行无够用，煞落搁继续挂，无停的挂，愈挂愈济。一直挂无停，来蛇朋友一定做疼的啦。是啊，迄个蛇疼甲日涂骹拍喷，毋过像共款挂无停，一直无爱出来呢。对啊，到尾啊，迄尾蛇已经挡袂牢咯，蛇甲喙合起来，结果即个枪就翕死伫伊的蛇朋友腹肚内咯。哈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人心不足蛇吞象。这句话原来就是安尼啊！是啊，这句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就是伫咧讲，咱的做人啊，就爱知足，毋通伤过贪心，若无是会烧汤两家人哦。到尾啊，就亲像故事中的迄个象共款。长命嘛无去，即句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有人讲心肝较大过牛耳，有了千蚕，就想要万蚕。皇帝做了，阁想要做仙。人心肝牛腹肚。空中的好朋友啊，请大家就爱知足常乐，才会欢喜搁快乐。俗语的故事听了，今仔日的俗语敢有学起来呢？话袂搁讲一解，互大家听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就是华语咧讲的人心不足蛇吞象。算了，搁来教大家念趣味的囡仔歌谣。阮要来甲听众分享的是那小吉老师编写的杜鹃仔。这杜鹃仔甲蛇同款，长，毋过伊较细只。即马听伊念一解，互大家听。杜鹃仔心长，杜鹃仔腰软，伊有喙无目光，无骨头真够壮。杜鹃仔心长，杜鹃仔腰软，伊有喙无目光，无骨头真够壮。土空做眠床，也无窗也无门，也无人烧酒问，无人来烧酒问。杜鹃仔心长，杜鹃仔腰软，伊无骨真够壮。土空来做眠床。喂，搁做伙念一解。杜鹃仔心长，杜鹃仔腰软，伊有喙无目光，无骨头真够壮。杜鹃仔心长，杜鹃仔腰软，伊有喙无目光，无骨头真够壮。土空做眠床，也无窗也无门，也无人烧酒问，无人来烧酒问。杜鹃仔心长，杜鹃仔腰软，伊无骨真够壮。土空来做眠床。咱做伙来听这首马秀金老师编写的杜鹃仔。
城小花蕊，招人讲俗语。除了有俗语，阁有好听的囡仔歌，是那淑珍老师编写的大滚仔。听众朋友，大家讲听有清楚？大姊，咱搁念一解。好啊好啊，做伙念较大声。话话讲话毋是大声就赢，爱讲好清楚，人才听有。对啊，咱姊妹啊，聊聊啊念，大家点点啊听，就会轻松学起来哟。今仔日的俗语是：人心不足，蛇吞象。人心不足，蛇吞象。念谣唱歌讲台语，大家知足搁欢喜。咱人细汉常在流的歌谣，一直到大汉年老，永远藏伫咧头壳内。所以，只要若有机会，非常真鼓励现代的爸母、老师，透过囡仔歌念谣的编写，加属于这水囡仔的记忆、生活点滴、记录潜移默化，灌输着母语文化传承的意义。刷落去，咱就做伙进入其他甲蛇有相关的俗语，听看这互人惊惊，阁有淡薄仔带着声气，长长的动物有啥物款式经过的俗语。即马要小解即句甲蛇有关系的俗语，参东条诗人白居易《赋得古原草送别诗》内底的离离原上草，一步一棵萤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新，是有关系的哟。本地这首诗的原意是伫咧描写自然界的生机，生生不息。尾仔有人甲改用这句“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新”，用来教化可能做人处事的道理。这野草若是要甲消灭除了了，莫阁好继续生拖落去，必须爱对根拢尽加除掉。若无，等到春天若到，互烧落的春风一个吹落去，这草啊就阁发出来呀。这句话用来批论讲，甲歹的歹习惯，过去做毋对的代志，必须彻底改好好。除了有自我勉励的讲法，嘛会使讲恶毒歹习惯的行为，嘛会造成日后真大的影响。这句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新，俗语就是这句蛇拍无死，颠倒恶。蛇拍无死，颠倒恶。嘛会使讲蛇拍无死，反报仇。蛇拍无死，反报仇。若是咧拍蛇的时阵，无甲即尾蛇拍互死，只有甲蛇拍着伤。即尾蛇会阁比风拍进前阁较恶，阁较歹。互人拍着伤的蛇，若是扣分哦，敢毋是会生事尾咧？所以用即句蛇拍无死，颠倒恶，伫咧批论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，敢是一句真贴近的解说咧。若来讲到即尾蛇，伫较早的时阵，拢互人看做草贱无介意的，所以即句死蛇较贵乌耳麻，死蛇较贵乌耳麻，伫生活当中是虾米时阵的情形会出现呢？这乌耳麻就是真珍贵的好麻，甲鳗鱼麻啊，拢是互人当作补品一般的贵重的物件。这死蛇甲麻的介绍相差，着那道路袂使以公里数的路程来计算当地的差别，何况是死蛇
更加歹搁甲活的乌鱼糜相比较。若用死蛇比乌鱼糜还搁较贵来形容，这是啥物意思咧？这是伫咧讲价销较歹的物件，却是互人用正悬的价销甲卖出去，死猪仔肉吊悬价，或者是歹扫帚当作宝贝求悬身价。以社会新闻来批论讲，有一寡恶势力的兄弟人，四界找机关点头，也是一寡故意人，强迫推销因所贩卖的兄弟茶，以着一斤几百块啊俗俗的茶叶，用悬价卖咧几啊千块，甚至还有人挑起咧几啊万块。这就是死蛇较贵乌鱼糜，粗俗的物件，要爱人用贵三三的价销来甲伊买，这种找空啊芳，甲人揢油，造成社会动乱不安的人，真正真害呢。强迫推销兄弟茶恶势力，互人困扰惊吓，也阁会真头壳疼以外，若是身边拄到的是迄食铜食铁食甲阿鲁米咧，这食铜食铁食甲阿鲁米的阿鲁米铝是金属元素之一，嘛有人讲轻银仔。即句食铜食铁食甲阿鲁米，用华语来讲就是贪得无厌，连铜丝铝铁也不放过，甲人睇啊食落把残骨头嘛拢剥剥入去，敢若迄无血无目屎的目扎拉头共款。这种的形容，用即句抓得吞了，哪有生鱼留咧好活？抓得吞了，哪有生鱼留咧好活的俗语来讲，更加搁较感受到贪恶之徒的行为。这嘛会使用伫迄有拗客、包山包海的人，利用权势、谋各种的工程，通迄无正当的利益的讲法。除了他拄则的讲法，这蛇都吞了，哪有生鱼留咧好活？卖使互人用来批论凶恶残忍，对人赶尽杀害，啥物货都拢要食，干焦揭开毋食，啥物货都拢真爱，干焦面底皮无爱。这类似的俗语，阁有食蛇配好货，食蛇配好货。拢是宣销口说迄凶恶野蛮的人，甲丧尽天良，甲人欺骗的恶毒因的行为。这社会若是减少安尼的败类，毋则会有和谐安定平静的生活。无这使人气怒惊吓的事件，大家就会更加快乐和自在。说了，咱搁来讲一句蛇上好的天地数，蛇上好的天地数，这下就是灾难、厄运、数有宿命、命运、劫数的意思。也若是天地数，讲的就是天地注定不可避免的劫数。所以，若是去互蛇伤着，互好加着的灾难，是天地注定的歹运，真歹避免的灾厄劫数，就敢若咱所讲的劫数难得，这是伫咧形容一寡灾厄是命中注定的，劝人就爱看较开的，莫去怨天怪别人，影响家己的生活。人有千百万路，哟，个人做有无相共。
路都是遥远，哟，好歹拢是自己选。世间事有千百项哦，哟，项项比较无相像，唔通讲咱无半项哦，哟，个人个事无同款。世事本是变化来无常，你唔免若想怨叹哦。做人若受着无本分，你唔惊是有偌困难哦。总有一日你会成功，爬去天顶，比人嘛有较悬。人比人是气死人哦，哟，个人生来无相像，哪有认真去打拼哦，哟，绝对袂去输别人。世间人有千百万哦，哟，个人做有无相共，人生路都是遥远哦，哟，好歹拢是自己选。世间事有千百项哦，哟，项项比较无相像，唔通讲咱无半项哦。个人个事无同款，世事本是变化来无常，你唔免若想怨叹哦。做人若有受着无本分，你唔惊是有偌困难哦。总有一日你会成功，爬去天顶，比人嘛有较悬。人比人是气死人哦，哟，个人生来无相像，哪有认真去打拼哦，哟，绝对袂去输别人。世事本是变化来无常，你唔免若想怨叹哦。做人若有受着无本分，你唔惊是有困难哦。总有一日你会成功，爬去天顶，比人嘛有较悬。人比人是气死人哦，哟，个人生来无相像，哪有认真去打拼哦，哟，绝对袂去输别人。山笑传无语，培养好水水。依咱大家水水好，甲人保暖就免烦恼。今仔日的说笑团母语培养好喙水，是新一个小的囡仔兄王俊祥。王俊祥用朗读的方式，甲这篇教育部闽南语朗读比赛的白仔囝的对话空中朗读互咱听。即马就做伙来收听新一囡仔的朗读白仔囝的对话。空中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！爱恁身体健康，无烦恼，行动往西，人人拢甲你学乐。我是新竹高小的囡仔兄王俊祥，
王俊雄，大家都叫我想翔。今仔就互我来朗读这篇文章。第一囝的对话，第一囝的对话。作者陈雅晶。阮阿爸是一个好心地、跟热衷的人，小可欢喜台，就挂伫嘴边讲几若摆。伊三不五时，伊头仔菜咧，倒伫门口埕甲人话袂煞，较袂着就替人做公亲。厝边头尾拢笑伊是温一口为仔的总管。阿母破病了后，阿爸为着要顾伊心爱的牵手，就足少踏出阮兜的后庭，嘛较少咧含外人交插啊。这种黑天暗地的日子，过要几十冬。阿爸热衷的个性，嘛去互阿母的病，活甲强袂乌有去啊！毋知影对伫当时开始，我倒真罕得咧参阿爸开讲，较讲嘛是，你有找时间休困无？阿母讲有较好。自从阿母互佛祖带转去了后，阮阿爸的生活变甲足无聊，逐日除了看电视，都无别项代志通做啊。即句互佛祖带转去了后的佛，有文读音的佛，含白话音的佛，所以伫遮会当讲佛祖、佛祖拢无要紧。即句互佛祖带转去了后，是咱对着一寡离开世间的亲人，总是毋甘用往生、过往、无去啊，或者是死翘翘来对应行到人生终点站的讲法。除了有互佛祖带转去，对仙佛神明去好命，上帝引起天堂等等的形容，这嘛是一种讲话艺术的美感。虽然我嘛是逐工敲电话和伊讲一寡五四三的，毋过拢找无共同的话题。伫电话中，定定爱叫，讲无几句，就甲电话切断去。旧年我开始做万言语老师，我发现阮爸仔囝的话题变甲加诚济。有一摆，我问阿爸：“你敢毋知影落地仔底蹦子的蹦子是啥物意思？”老爸伫电话迄头，敢若去破跳针嘞，一直细细念，拢无半声的意思，拢无钱啊！我应讲是砝码。老爸讲，伊即个老伙仔强要互少年人考倒啊，为着无买认输，近摆若听到电话咧弹，伊拢会随来接受我的考验。阮两个就安尼，伊教我万言语，我教伊华语。搁有一摆，我讲阿爸，甲你讲哦，麻雀的台语叫做七足啊。阿爸随应讲，哪会是？明明就号做出国鸟啊！为着这件代志，我搁去找资料，才知影原来是地方性的讲法。俗语讲，老的毋讲古，少年的人毋捌报。现此时，我若拄着啥物无啥会晓念的词，也是毋捌的俗语，电话就举起来，敲转去台南，问阮迄个朴素朴的阿爸，伊嘛真欢喜讲故互我听。我发现找老爸练武功，毋但会当增加功力，搁加足侪边仔囝之间的话题，真正是一件二个，蒙哪兼洗裤。这篇文章的作者陈雅晶老师，是阮妈妈高中的同学。伫咧欣赏这篇文章的时阵，我特别有一种诚深的感觉。希望这种亲近阿爸阿母的话，会当分享予空中的好朋友听。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哦。
即句互佛祖带转去了后的佛，伊有文读音的佛，含白话音的佛，所以伫遮会当讲佛祖、佛祖拢无要紧。即句互佛祖带转去了后，是咱对着一寡离开世间的亲人，总是毋甘用往生、过往、无去啊，或者是死翘翘来对应。行到人生终点站的讲法，除了有互佛祖带转去，对仙佛神明去好命，上帝引起天堂等等的形容，这嘛是一种讲话艺术的美感。对歌声玲珑细，对歌声优美的旋律，使你去找找故事中的画面。今仔日的对歌声玲珑细，邀请咱空中的好朋友做伙来收听这首流传千万年、白蛇白素贞为爱痴恋的感情歌《白蛇传说》。一首负情诗，予人为度望千年。一杯断肠红，换人不叫伊名姓。惠阳性格歌词念予咱听众朋友听，《白蛇传说》洪百惠演唱，张燕青写词编曲。一首负情诗，予人为伊度望千年。一杯断肠红，换人毋叫伊名姓。神仙也难救，违背天。一支感情箭，予人为伊满心刺。一杯苦酒旁，换人毋听阮相思。敢是命，亲像白蛇忍受天。千年修，等千年。为见伊放生死，一命一生刺满情一字。千年求，求千年，为爱伊忍要去，一步一步用命求天。一句伤心话，予人想起这出戏。为何阮的爱独水千年？问世间情是啥物？竟然会当互人用生命互相答应对方，一直到最后的迄口气。这人若是爱着一个人，失去你伫的感情线，真正互人痴迷小狂，嘛会使互人真正感动。这首歌是以道上走红的台语歌手洪百惠、洪百惠所演唱的。真暂才因为肝癌往生去。这位形象一直拢真好的歌手，伫咧当壮年的时阵来离开爱伊的人，互人感觉真毋甘。自岛上听到这首《白蛇传说》，看到一位努力打拼的演唱者，甲台湾母语透过伊的歌声延续落去，伊的声甲形影嘛，阁会当留伫真侪人的头壳内底。咱即马就来听这首洪百惠演唱的《白蛇传说》。
予人为度望千年。一杯断肠红，换人不叫伊名姓，亲生也难求，违背天。一支感情钱，予人为满心痴。一杯苦酒香，换人不听阮相思。甘是命，亲像白纸忍受天。千里想，等千年，为见伊放世事。一命一世，痴满将痴字。千里求，求千年，为爱伊忍了去。一步一步，用命求天。一句伤心话，予人想起一出戏。为何予阮的爱dur水千年？负情诗，予人为度望千年。一杯断肠红，换人不叫伊名姓，亲生也难求，违背天。一支感情钱，予人为满心痴。杯苦酒香，换人不听阮相思。甘是命，亲像白纸忍受天。千里想，等千年，为见伊放世事。一命一世，痴满将痴字。一步用命求天，千里想，等千年，为见伊放世事。一命一世，痴满将痴字。用命求天，一句伤心话，予人想起一出戏。为何予阮的爱dur水千年？煞了，咱就来分享真有讲话艺术学问的歇后语俏皮话热客家话。今仔日惠阳要讲的这句热客家话，大蛇过田花蛇，大蛇过田花蛇。这是伫咧工作上，若是拄着做代志死慢蛇、无咱无内的人。常在互人摕咧讲的一句话，田花就是田埂，伫田园行来行去，做田园甲界的小路。那这蛇就是爬虫动物
咧爬的动作，咱会使甲讲行动缓慢、慢吞吞，台语就是号做蛇。这句大蛇过田花蛇的日克拉话是伫咧讲大蛇，因为身躯体型较大，行动自然就会较慢，所以伊要过田花，用蠕动爬行的动作，咱台语就甲号做蛇。这蛇有两种的解说，一种所讲的就是蛇伊的蠕动、摇摇蛇、爬山的动作。另外一种的讲法是记遐动作慢条斯理、死蛇死蛇，敢若大尾蛇同款的人。所以这句日克拉话嘛是用来形容人咧做工课，或者是咧做什么代志，动作拢真慢。类似的俗语就是大蛇扫袂过田花，大蛇扫袂过田花。是伫咧讲大蛇咧爬山的动作拢是安尼慢吞吞，连田花都爬袂过去啊！这是一句正活咱生活当中对缓慢迟钝上该到达的形容。再来一句，老人食红钱讲无效，老人食红钱讲无效。这有岁的老大人，搁较青、搁较好食的钱仔讲。对迄无喙齿的人来讲，可能是看有食无干大言哦。伫咱今仔日的节目当中，有讲到的俗语是：蛇拍无死便倒恶，蛇拍无死反报仇，死蛇较贵乌耳麻。蛇都吞了，哪有神鱼留咧互我？日克拉话是大蛇过田花蛇，加一句老人食红钱讲无效。好城小花蕊招恁讲俗语的人心不足蛇吞枪，以及新一角色的囡仔兄王春祥朗读着这篇爸仔囝的对话。拢是上介好的无语教材哦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台湾文化咸酸甜。咱这个节目是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咱们客广播电台制作，伫每一个礼拜日的暗时7点 ，FM 89.9准时放送。咱节目到这告一段落，期待后一回再会。